继续来到宜兰，这嘛是史上的头一届高农会葱仔红头盘了了。进前因为做风台，三星葱的价销大起5倍，尾也有降落来。但是三星乡的价销也是真悬，安尼一来，就将做贼仔的目标咯。前一阵仔，就有农民去互偷挽葱，想袂到张女雄到农会交葱仔，总共39箱10外万的葱仔，嘛总互搬去。警方已经锁定相关，当咧追查。有看到啥物较可疑的所在无？大家拢无用做事，拢无想要加讲，因为这是农会有史以来头一摆，规箱的三星葱仔，互人搬去，总共损失10外万，农友拢唔敢相信。先是早晚是偷烤，啊无过去葱仔掠甲你偷摸，啊即摆是规个洗好的甲你摸去，菜车会来载，啊阮是拢载迄个时间来拢袂到，啊就是讲伊趁一个空拍，迄落浪碰差20分钟就拼去啊。葱仔种10外冬，嘛是头一摆拄到，有人怀疑讲这有可能是内神通外鬼，因为数量有够多，警方随启动保护葱仔的专案。配合农会的运送时间我们加派警力来配合运送。顶个月因为风台影响，葱仔价销起价，宜兰的三星葱仔嘛对得起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对象，无要互农友辛苦的结果，白白互贼仔拼去。